但向你名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，其光線有醫治之能。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裏的麋鹿，願你公義的日頭升起，你的光芒醫治我們，醫治我哋每一個世代。主啊，你係我哋嘅太陽，係我哋嘅盼望。
主垂聽我哋咧為亞洲地區喺中日韓崛起嘅年青牧者嚟到禱告，仲有傳道者都會成為咧宣教士，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願主興起喺家庭裏邊、喺職場裏邊、喺幼稚園、學校同埋大學，為愛主嘅肢體，為佢哋嘅祝福，為佢哋咧喺唔同嘅崗位裏邊咧有能力嘅人士咧為主發光。主啊，我哋都為到佢哋同心宣告，佢哋可以一齊成為未來嘅宣教大軍，有唔同嘅恩賜可以見證主，聖靈嘅恩膏仲會使用佢哋。我哋求主你咧，讓到教會嘅牧者同埋父老、愛主嘅父母、祖父母同埋不同年齡嘅夫婦同埋小孩，仲有喺嗰個職場上面、學校要見證嘅肢體，都會成為守護佢哋。主啊，我哋願你快嚟咧，將呢啲年輕人嘅牧者咧歸俾你自己。我哋求主讓家庭嘅教師同埋教授都可以用愛嚟見證，同心協力咁樣守護住呢一班年輕嘅一代喺校園裏邊生活嘅時候。主啊，呢一啲青年嘅拿撒爾人一齊咧，將佢哋咧嘅靈咧被你澆灌，用你嘅恩膏使到佢哋咧可以靠着主嚟見證，到佢哋可以一生跟隨你。我哋奉耶穌基督名字傳遞呢個能力增長嘅家庭嘅迅速，至到咧係到鄰舍，讓咧主啊，我哋人人都可以見到投身於喺你嘅家裏邊嘅，都會被你愛，會係因為愛主你，使得肢體更加係教會上邊有人數增倍。主啊，我以上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名求，以我係4個孫女嘅嫲嫲同埋婆婆嚟到咁樣禱告，就願你咁樣祝福下一代。多謝主，阿門。親愛阿爸天父，你呼召中日韓青年世代興起回應拿細耳人嘅呼召，從呢個世界分別為聖跟隨你，求你興起好多屬靈嘅教練，能夠成為下個世代嘅幫助，喺靈命上成為佢哋嘅幫助同引導，使兩個世代嘅拿細耳人能夠有美好生命嘅傳承。引用以弗所書4章3節去勉勵下一代嘅青年嘅牧者、傳道同埋信徒，當彼此先係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嘅心，連結於一個基督嘅身體，神就會賜下恩膏、智慧同埋力量，使到教會更多嘅年輕人可以活出少年人要見異象嘅呼召，渴望看見神嘅國度降臨喺我哋喺中日韓城市同埋國家，